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高高講學會，又到了民主來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嘞。要來做什麼呢？要來做這個怪絲膜醃蓋妞。不過重點就是吃梅子呢，會讓大家很開胃又很下飯哦。來看我怎麼變化吧。我們準備好雞肉啊，現在我要先把它汆燙一下，因為待會呢我要醬燒。好，在我們等待的時間呢，教大家講這個鍋蓋啊，客家話就是叫做木蓋。木蓋，因為每次都教大家講這食材客家話，忘記跟大家順便教一下，認識一下我們會用到的廚具。記得鍋蓋就叫做木蓋，把我們薑片來做爆香。撒下來，我用愛嘅蓋妞用到木肚。那在這個時候呢，順便來教大家講一個形容詞，鹹鹹的，客家話呢就叫做憨丟丟啊，憨丟丟啊，有沒有聽起來很可愛？好像在講什麼溜溜球之類的。好，我要把我的這個拐絲膜不用低度黑，我要調我的醬汁的部分哦，加一點點醬油，然後呢再用米酒讓它稍微的嗆一下下，稍微的燜一下收汁。接下來呢，我要用鍋蓋蓋住燜一會兒，就是用鍋蓋蓋滿起比哈。用鍋蓋蓋滿起比哈，待會就可以上菜嘍。到底我們的紫蘇梅醬燒雞好不好吃呢？今天要請兩位大哥大姐幫我們品嘗看看。那伯伯一邊吃的時候，我們教大家講這個鹹鹹的憨丟丟哦，聲音比較輕的憨丟丟哦。對啊，好像在講什麼童謠一樣，對不對？憨丟丟哦。徐伯伯好可愛哦，謝謝你，謝謝。那你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我們要學到新的菜色嘍。你們喜歡吃這一道菜嗎？當然，重點要來學客家話了。當然嘍，看到第一個詞就是鍋蓋，木蓋，木蓋。第二個呢，來看到就是鹹鹹的，憨丟丟啊，憨丟丟啊，聽起來有點可愛，對不對？第三個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用鍋蓋蓋住燜一會兒。用鍋蓋蓋滿起比哈，用鍋蓋蓋滿起比哈，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其實沒這麼容易耶，但是我知道你們一定進步了，我們再加油嘍！下次見，拜拜。